市长罗秀燕参加到民进党议会党团干部的交接典礼，要选市长的立委何欣纯致辞，当面甲罗秀燕话话，讲未来伊若做市长会普发到现金。当下罗秀燕是微微啊笑。记者今仔日追问这个问题，罗秀燕也是无表示。民进党的议员讲，这个罗秀燕是不是支持普发现金，应该公开表态，说明原因，无应该一直闪避问题。 未来呢，如果呢我们可以的话，我也希望由我来普发现金。民进党立委何欣纯昨中昼出席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干部的交接典礼，当面向市长罗秀燕话讲，由伊来普发现金。罗秀燕当时敢若微笑尔，事后两人双手搁一条条在去。记者搁确认罗秀燕的看法。市长昨天何欣纯委员又说普发现金，你怎么看？ 罗秀燕为会议室行会，市长是有听到问题，也阁无停落来，嘛无应，拢无讲话。都上任的议会总调周永峰认为讲，台中市是中部地区财政上好的县市，普发现金的议题，不管是罗秀燕敢有同意，拢应该公开表态。长期以来，卢秀燕市长都是地方请客，中央买单哦，慷中央之慨。那么，即便不愿意，我也觉得他要把他的理由说清楚哈。 周永峰认为讲，普发现金的议题有适合也无适合，应该安怎发？发放的标准甲对象，这是公共政策，拢会当理性的讨论。呼吁罗秀燕应该甲市民讲个清楚，唔是点点就准过。产业端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